我哋要有誠信嘅正直啦，責任嘅擔當啦，心懷家園啦。作為工匠嘅我哋咧，喺地盤入邊咧，要實現個匠行呢個精神啦。在地盤，我哋要同啲工友咧，要互相幫忙啦，互相咧就係做足呢個安全措施嘅，要顧己及人，大家要開心咧就返工，又開心放工。精益求精、守正創新、持續進修，喺技術不斷嘅革新嘅今日，作為一名合格嘅工匠，我們已經明白到應該要保持持續進修，以精進嘅技藝應對變化萬千嘅時代。持之以恆，追求卓越，關顧仁愛。作為工匠的我們，應該每一道工序都追求卓越，始終如一。建業樂業，高尚操守，處事嚴謹，工匠精神講究每一個工序。學習咗工匠精神之後，令我每一道工序都更加嚴謹，因為我明白到我哋建造業工人建設了呢個城市，就應該讓每一位市民住得安全，住得開心。喺地盤做嘢，大家要做好安全措施，保護好自己，呢個係工匠精神。我哋係一個工匠啦，我哋要追求呢個工匠嘅精神。我係一名工匠，我哋追求工匠精神。我係一名工匠，我哋要追求工匠精神。我哋係一個工匠，我哋追求一個工匠精神。工匠精神，匠心永存；工匠精神，建造未來；工匠精神，精益求精。我支持工匠精神，實踐工匠精神，我們在行動。實踐工匠精神，我們在行動。實踐工匠